好啦，2020年 DSE Paper 1嘅第17條啦，咁其實佢就想話用一個配方法啦，將呢個 G(x) 呢個二次函數嘅頂點坐標將佢揾出嚟嘅。咁其實咩叫配方法啊？其實個玩法就係想將呢個二次函數 ax 二次加 bx 加 c 轉個樣，變咗做 a 乘以 x 減 h 嘅二次再加 k 啦。而當中我哋嘅 hk 咧，其實就會係我哋頂點嘅坐標咯喎。咁就會得到呢個頂點嘅坐標啦。咁其實而家點樣去玩佢咧？其實佢背後玩嘅只係一個公式嚟嘅啫，就係我哋 x 加 k 嘅二次，其實就會等於 x 嘅二次加二乘 kx，再加翻 k 嘅二次啊嘛。即係代表如果中間二同 x 係夾住個 k 嘅時候，而佢右手邊咧其實有一個 k 嘅二次喎，咁其實就要將成嚿嘢咧變咗一個平方數咁樣嘅咯喎。咁而家可以開始睇一睇條題目啦。我哋個 g(x) 就會等於 x 嘅二次減二 kx 再加翻二 k 嘅二次再加4啦。咁其實今次條題目好好啊，已經俾咗個2嚟咯喎。咁所以將佢強調翻中間係俾個 k 夾住嘅。咁我無啦啦加咗個 k 二次嘅時候，自然就要減翻個 k 二次啦。咁剩低紅色嘅字咧就可以照抄啦，就加翻個二 k 嘅二次再加4啦。咁大家睇一睇，其實黃色我 highlight 住嘅部分，咁咪即係 a 嘅二次減翻 2ab。再加翻 b 嘅二次咯，咁所以呢三個 term 咧，係咪就可以將佢轉咗做為 x 減 k 嘅二次啦？咁呢度減二 k 二次，再加二 k 二次，減完一個再加兩個，咪即係加翻 k 嘅二次再加4咯。咁所以我哋頂點坐標咧，就會係 k 嘅二次再加4啦。咁因為佢問明明呢個係減 k 喎，點解變咗做正 k 嘅？睇翻嚟呢條公式，我哋中間想要嘅就係負 k 啊，個減號一路喺度噶嘛，即係代表如果係減 h 嘅時候，你嘅頂點 x 坐標就會係正 h。咁換言之，如果係正 h 嘅時候 ，x 加 h 嘅時候，你嘅 x 坐標就會係負 h 咯喎。咁有啲同學仔可能都會覺得其實真係好難啊，真係記唔到點算啊，但係都想攞翻個頂點嘅分數喎。咁其實都可以做到嘅，因為可以背翻頂點坐標嗰條公式。頂點坐標個公式咧，其實就係負 b over 2a 啦。咁隔離個 y 坐標咧就係 f 負 b over 2a 啦。咁其實只不過係將個 x 嘅坐標代翻入去個函數入邊。點解啊？因為我哋呢個係個頂點坐標。當我知道個 x 坐標係負 b over 2a 嘅時候，咁我 y 係等於 f(x) 啊嘛。當你知道 x 坐標嘅時候，代翻入去，自然就會攞到 y 嘅坐標咯喎。咁就唔使記另外y 坐標嗰條好長嗰條式啦。但係負 b over 2a 我相信都係好容易記到出嚟嘅。咁只要你記到呢個時候，再代翻入去，自然就係要揾到個頂點坐標啦。咁其實就算你全部嘢都唔好寫嘅時候，你都會攞到呢個1分嘅答案分啦。好，咁下一條。